现在肚子里懷了一孩子啊，你應該多吃這種好東西。哎呀，這個什麼破東西？哦，這盒飯啊，盒飯這種東西盡量少吃啊。這是那種監獄裡頭的犯人啊，電視劇的劇組經常吃東西，不好吃。這種破東西。尽量少吃。哎，这是哪一个傻逼送的？你为什麼這樣看我？3、2、我知道，明白。我是比較懂事的，不是跟一些其他的就不懂事的人，哎。其實公民。呵，这是要 PK 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太有魅力了，羡慕死你了！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太浪费了，不吃别浪费啊！你加入丐帮了你？这个地上随便捡垃圾都吃，你天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么好吃的苹果，多浪费呀！冬眠，好名字。冬眠一定不是冬天睡觉那個冬眠，一定是冬天也要纏綿的綿，對不對？冬眠姐，來1000塊地吧。這麼大清早，誰給我寄東西？咦，誰給你寄的我可不知道，我只是一個送快遞的，寄快遞的。